台南老爷行旅这次特别邀请到2位少年艺术家来到饭店8楼以及9楼设展，让大数民众参像是来到另外一个宇宙旅行。在8楼的部分是艺术家阿 Amy 创作的《喵喵的太空漫游》，是喵喵宇宙太空漫游。那主要就是借由的以下2只角色喵喵跟蓝狗呢，在宇宙间呢，进行的这一场对话呢，他去探讨生命啊、存在啊，还有爱啊这些主题，这样子。那这是整个展厅的这个氛围呢，会以这个紫色的灯光为主去打这个光。那每一面墙上呢，各有一篇漫画，分别是爱、love、hate、恨跟heart 感受。那就是邀请大家呢，可以打开自己的心，在这个空间里面呢，去体验呢，借由这个喵喵跟蓝狗的对话去体验、去体悟各自对于生命的想法跟感受这样子。在9楼的展览，这是艺术家 Kinji 所带来一起搭乘太空舱出发去吧创作。这是跟老爷行旅合作的一个展区，然后是以欢迎来到我的王国的一个主题展，就是你可以从这个里面进去。会有一个镜面的一个飞碟，所以就是有点像是你带领你们一起进入我的世界的感觉。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，欢迎来看展。因为疫情的原因，饭店将近有1档无举办类似活动，随着疫情趋缓，老爷行旅的第18号展览也将在25号正式甲民众见面。经过了这个去年我们在疫情之下呢，就做了这一个美食节之后呢，睽违1年的时间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开始我们年度的这个新策展第18号宇宙策展呢，是我们邀请这个 King 奖跟 Amy 这2位呢插画家来帮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宇宙上面的一个小世界。那希望大家呢可以来看展，然后进入我们的这一个小宇宙。除了展览，老爷行旅干脆餐厅自3月31号起推出“女人我最大”专自助餐活动，准备了各式菜肴料理以外，更特别规划手做的14款粉红甜点，就是要让消费者吃了欢喜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